们如此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请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跟他说：主永远不离开你，永远不放弃你。主永远不离开你，永远不放弃你。请坐。我们一起来透过耶利米书的最后倒数第3章50章里面的一段经文，来成为我们今天的信息。好，邀请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耶利米书第50章的第6节到第10节，请。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处。凡遇见他们的，就把他们吞灭。敌人说：我们没有罪，因他们得罪那做公义居所的耶和华，就是他们列祖所仰望的耶和华。我民啊，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要向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们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箭好像散射之勇士的箭，一支也不突然返回。加勒底必成为掠物，凡掳掠他的都必心满意足。这是耶和华说的。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在我们的周报当中，牧师有列出我们在从9月到10月到11月，我们总共透过耶利米书，有7次的信息。虽然在我们的周6礼拜当中，中间有1次没有参与到，但是呢，这个信息里面，其实耶利米书总共这么长52章当中，让我们对于祷告，让我们对于认罪，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有时候祷告不是只有我们想到的我们要祷告的事情，祷告是我们要先听上帝他所要做的事情，然后用上帝要做的事情来对照我们，我们才知道我们如何更准确正确的祷告。而认罪也是一样，认罪的步骤是我们要必须去明白我们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到，没有完全，我们才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恢复正确的地位，恢复正确的形象。这里有一张照片，是小时候我从小就看到大的照片。这是在台北的这个台北桥，也是现在牧宣每天都要去上班的地方。这个呢都有一个台湾很有名、红到国际上的这个机车瀑布哦。最左边呢就是在台北市的这一端，中间那一张呢就在三重的那一端。所以台北市呢，这个要上班的时间，从三重新北要到台北市的时候，等那个红绿灯，延平北路跟这个民权西路的交叉口，就会看到这个机车一辆一辆的堆叠。但是它的尾巴呢，就是中间那一张，原来从新北三重、芦洲、各个地方来的机车呢，就会汇集在那边。所以你看到那个塞车的时候，连汽车都穿不过去啊！那个机车道就是这样。我们人生有时候就是被塞呀塞呀塞得满满的，好像这个台北桥一样，动弹不得。你也上礼拜的信息就是被监禁的时刻，人生好像已经被困在这个地方的，人生好像已经卡在这个地方，动弹不得。这明明中间有一道汽车道这么空，为什么不能够骑上去呢？有另外一张照片，就真的有一台机车就骑上去了，就骑进去那一台，骑到那个没有人走的路，但是呢，可能接下来他就被开一张罚单。而最右边那张是现在的内湖，内科，也是一样，民权大桥，是个上班的时候塞车的情境，甚至他连机车、汽车呢，都分不出来，通通卡在一起。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会塞车？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善？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如果有一个新北市长，有一个台北市长，下一届要出来选举，他可以提出改善这些塞车堵车的情形，那可能他就是我们所期待的救星，可能他就是我们所要寻找那个可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你的生活生命不用再卡在这边，不用困在这边，你的人生不用被焦灼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一个出路，你可以看到一条大道，是一个畅通无阻的大道。或许
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所期待的那一位弥赛亚。在过去这个7个礼拜当中，我们知道悔改的7个步骤是要醒悟，然后接着要下决心，同时要承认自己的罪，接着是愿意为了悔改付上代价，而再来是要起来行动，向神认罪，而今天最后就是要接受神的赦罪之恩。很多人悔改，甚至也跟神认罪，前面6个步骤都完成，可是他没有去接受上帝给他的赦罪，他还是继续让这样塞车的画面，让这样人生困境的画面自己演给自己看。他不晓得上帝已经赦免他，他总是在提醒自己，他还是一个有罪人，总是在提醒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人，总是还是会给自己贴标签，他是一个不如人的人，是一个没有得到赦免的人。我们要学习接受赦罪之恩。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接受神的赦罪之恩。我们要接受神的赦罪之恩。神的赦罪，这就是上帝所宣告他要审判的事情，但是上帝他已经把这样的事情画一个句点，已经结束了。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好，这个惊天动地。上礼拜我们讲到大谷翔平，这个礼拜呢讲到了美国的选举。美国的选举呢，好，选出来之后呢，好，真的是反映在世界各国的领导者，真是牵动全世界的神经啊。今年2024年，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好，在这个政权或是政权进行这个领导的选举。台湾可以算是第一炮，1月13号就选举。美国算是压轴，好，当然在最后面还有少数零星。但是呢，这整个2024年当中，如果我们把它串起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神好像在安排预备的一个方向。如果你知道这个方向，你就不会被困在那个地方；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方向，你就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要上台北桥，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要上民权大桥，你就只好被困在那上面，动弹不得。而如果你知道上帝所要做的事情，你就知道我可以提早，我可以改道，我可以选择，甚至大家都骑车，干脆我就开车，不然就骑重机，因为重机可以上快车道。你就会选择跟人家走不一样的路，而不用被困在那个地方。圣经当中也给我们有这样的画面，就是从圣经的历史上，从埃及，甚至在有人类的文明以来，号称7000年，圣经的历史6000多年，而这些6、7千年来，可能从创世纪一路到现在，圣经让我们摊开圣经，让我们看到世界的强权或是霸权跟整个世界的关系。为什么前段发生什么事情，以至于这边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区段当中？为什么前面高速公路塞了3公里？是因为前面可能有一个油罐车翻覆塞车。所以当你知道这样子的前因后果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人生应该选择什么样子的交通工具，知道你的生活应该搭乘什么样子的运输工具，应该知道你的人生要选择走哪一条路。好，你不会再去走到那一条塞车的路。好，因为现在 Google Map 都会告诉我们改道，好，有更快的道路，有更快的路可以选。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生不用只有走在大家走同样的路，而是上帝有要走的路。所以从埃及非常长的一段历史，创世纪、出埃及记，然后到这个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上帝一路让这个埃及成为霸权，但是他们的霸权就是他们像有约瑟这样子，接着是亚述帝国，接着是巴比伦帝国，接着离我们越来越近就是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而这罗马帝国号称1000年，但是呢，一路影响到今天的欧洲、美洲的这个欧美的霸权。在欧洲曾经是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就是英国的领土呢，这边太阳出来了，这边太阳下山了，但是英国那边的领土太阳出来了，所以叫做日不落帝国。它好像是24小时都在运作的一个帝国。好像在英国那个时候，第4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好像达到巅峰，但是没有想到，
英国后面还有崛起的就是欧洲和美国，而今天的美国呢，更透过它的科技，透过美国它的军事，透过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正在影响全世界。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少了哪一个国家？中国。中国摆在什么地方呢？中国呢摆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2次或是3次美国的选举的过程当中，中国一直想要取代美国。中国呢一直想要爬起来，它不仅是要超越英国、欧洲，它甚至它的目标就是要超越美国。那中国有没有可能接下来1、2、3、4、5、6、7、8，第8个世界霸权呢？那就看现阶段，那这次的美国总统选举都有连带的关系。所以你的人生有可能选择，我要到中国发展。曾经有一段时期，台湾人很喜欢去中国，去当台商，去中国拿学位，去北京念大学，去天津念大学，去到中国去发展，去中国生活，去中国的演艺圈，去那边发展。艺人也是这样，赚这个人民币。但是又在这几年当中，好像那是一条开了绿灯，很多人都去走，而且都试过，都成功的路。可是就在这几年当中，这条路渐渐的又被缩限，又被限缩，又被限缩。到中国，不见得是一个可以发展。今天有多少人想要去中国念大学？今天有多少人想要去念中国的清华大学，去念中国的交通大学？可能真的念台湾的清华大学，念台湾的交通大学，比在中国的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好，甚至还能够有出路，还要能发展。而我们也需要去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为什么中国崛起，或为什么中国不能崛起？为什么美国能够影响世界，或是为什么美国不能够影响世界？所以耶利米书这一卷书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呈现。刚刚我们所读的耶利米快要结束的预言当中，上帝告诉他的子民百姓要逃离巴比伦。耶利米书第50章第8节，我邀请大家再来读一次：以色列人呐，逃出巴比伦吧！你们要抢先逃离那地方。圣经当中，巴比伦它曾经是一群人，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名，它也象征是一个代号。但是巴比伦今天虽然没有一个城市叫做巴比伦，但是巴比伦的影响力到今天仍然存在。所以牧师要带领大家从圣经旧约当中到新约，第一卷书创世纪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都提到了巴比伦。我们怎么样从圣经的头尾当中看上帝借着世界国家，所谓这个巴比伦或是这个帝国强权，而上帝他所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看见巴比伦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第11章1到9节。那时候的巴比伦是一个地名，叫做巴别。在巴别那里有一群人，他们说：“让我们起来，把这个土烧成砖，用这个砖呢来盖塔，然后让这个塔顶呢能够通天。通天去要做什么呢？”他说：“我们要为自己立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面上。”圣经让我们提供一个线索：最早新建起来这个巴别塔，他们是一群人，他们用那时候的智慧能力，用土烧砖，把砖烧透变成坚固，然后砖呢就可以叠上去。所以他们不再是住稻草屋，不是住木造的房子，他们是住砖造的房子。到今天，这个已经离我们非常久。他们到今天，他们好几千年前，他们就懂得用砖造的房子，甚至他们可能盖出了比101还高的建筑物都有可能。但是他们造这个建巴别塔的目的呢，却是要为自己立名，并且有一个但书，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全地面上。所以上帝看到他们这群人起来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神就说他们成为同一个民族，有同样的语言。如果他们开始做的事情，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他们，控制不了他们的。所以神说：“来，我们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语言不同。”所以创世纪第11章，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学英文？
为什么今天要讲台语、讲母语、讲中文？为什么今天要学那么多的语言？圣经都给我们交代，语言是防止人犯罪，防止人爬到上帝的头上去。上帝透过各种的语言，让人真的谦卑下来。所以你可能在台湾，好，你可能会讲的满口很好的中文。现在在台湾，好，你用中文就混得下去了。可是呢，你中文很好，你到了其他国家，你就不一样了，你就必须要谦卑下来。你到日本，你到其他的民族，到其他的人当中，到原住民的部落当中，你在平常你可以透过你的语言，但是你必须要谦卑，你必须要安静，你必须要去听、去学习别人在说什么。如果大家都有同样的语言，都我说，你们都听我说，总会有一个人出来。但是呢，上帝这样的机制到了现在这个世代当中，又快要变成几种语言，快要变成一种语言，就是这个英文，会变成非常强势的语言。所以没有你可能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当中找到比英文更强势的语言，可以这么短的时间去影响全世界。但是或许透过 AI， 真的可以克服这个问题。AI 甚至可以克服到及时的翻译，及时的对话，及时的沟通。所以像这次的美国选举，川普总统出来发表胜选感言，有看的人请举手，让我看一下。只有一个人有看，其他人都没有看。川普的胜选感言，允其可能直接用听了就好，我可能还要看字幕。可是这一次呢，我们的台湾是直接用 AI 帮他翻译，所以他在川普一边讲话，那个字幕一边在跑，而且那个字一边在换字，他会去听这个英文的语句，然后找出他最后完整的句子。所以可能真的我们以后呢就会看到，美国总统在讲话，所以我们就等于在对全世界人在讲话。我们可能会看到像巴别塔那个时候的人一样，他们靠着拳头，或是靠着智慧，靠着他们的能力，可以影响全地的人。而上帝却说，我们要远离巴比伦，远离巴别塔，因为这是一个骄傲的塔，是一个为了自己的名，为了怕被分散，为了怕没有群众而盖起来的一个群体，而是要来超越上帝。而圣经当中第二个很重要，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它是一个叫做金像之首的巴比伦。我们说一次，金像之首，手就是头的意思。在这里呢，出现了一个画面，这个是来自于但以理书。所以我们在耶利米书读完之后，我们会来读但以理书。读但以理书的重点就是你要去看、去认识这个金像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我们读了但以理书，我会发现这个金像是一个人的样子，而这个人的样子呢，他有纯金的头。这个故事呢，前面也很特别，就是巴比伦王做了一个梦，梦醒之后他忘记他梦了什么，可是他下令全国的智慧人要来帮他解梦。好，下礼拜我们就会分享。可是呢，没有一个人说，王啊，你是在告诉我们你梦了什么，我们才能够替你解梦。王说，我就是忘记我梦了什么，我根本就想不起来，说不出来。现在呢，你们要给我解出来。哇，这个智慧人说，你根本是强人所难。但是就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但以理，他居然可以说出王的梦，再把王的梦解释给他听，非常的清楚，而解释出来就是这张图。你梦到就是一个巨大的人像，他有一个纯金的头，接着他有一个银的胸和肩膀、膀臂，就是这块地方都是银做的。接着呢，再往下走，他一个铜的肚腹和腰，就是他的这个地方都是铜的。再来是他的腿，他的腿呢，是铁做的腿。然后呢，到他的小腿下去呢，他的这个材质变成一半铁一半泥，然后一直到脚趾头是混掺杂的，半铁半泥的脚。而这个梦到这里，这个出现之后呢，后面还有剧情，就是一个巨大的石头从上面砸下来，砸在这个金像的脚，然后这个金像就倒塌了。那但以理就用这样子来预告说，尼布甲尼撒
你就是这个金的头，好，就是这个巨象的头。接下来几百年、几千年要发生的事情，都从你开始，好，从这个巴比伦开始。所以这个银的胸膛和膀臂，就是巴比伦后面的波斯帝国；而这个铜的肚腹和腰，就是比较短的，好，就是亚历山大的希腊帝国；而这个铁的腿比较长的，就是这个罗马帝国。好，但是脚有几只？2只。好，所以这个脚就分成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然后呢，这个罗马帝国一直影响下去，好，影响到今天的欧洲，到今天的美国，都在这个罗马帝国的影响之下。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看出来的话呢，好，今天的美国、欧美真的已经来到这个金像，好，全部都走完。那再下去是什么？再下去就是旁边那块石头，那一块石头就是从上面扎下来，扎到这个金像的上面，让这个从头到脚全部都粉碎，都粉碎。那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说，从尼布甲尼撒王被上帝拣选兴起，开始成为史上亚述帝国之后，这个史上一个强权强国之后，这个人类的历史就会跟着这样子一路走，好像上帝在画出一个巨大的人形。这巨大的人形从头出来，胸出来，腰出来，腿出来，到脚趾头都出来之后，而接下来就是等待上帝的时间。好，上那个石头，可以理解，它就是耶稣基督。好，但是呢，在这个圣经当中也讲，在这个金像在治理的同时，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国，同时跟这个金像的系统 system 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上的强权，从巴比伦帝国一路到现在的欧美强权，这是一个 system。可是呢，在巴比伦开始有另外一个 system， 就是从巴比伦被掳走的这一群犹太人，被掳走这群犹大国的人，他们被掳归回之后，他们也会有一个头，也会有一个胸，也会有一个腰，也会有一个腿，也会有脚，而一直跟着这个金像的时间轴一起走。那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代表就是教会。一个就是地上的国，好，所以地上的国虽然有很多，但是通通起来就是一个巴比伦系统，这个大金像的国。而另外一个是天上的国，就是上帝的国，上帝所要进行的事情是同时进行，而最后那个巨大的石头会来砸毁这个金像。而是所要代表的，就是巴比伦要进入审判。所以一开始创世纪，巴别塔是一个塔顶通天，但是到了但以理书，就是南北国结束之前，上帝已经把这个图完整的画了出来，而这个世界历史就这样一路按照上帝的这个预言走到今天。好，然后呢，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而接下来巴比伦，它会进入到这4种的动作当中。所谓的巴比伦，就是那个头呢，它会沉醉，它会沉沦，它会沉睡，它会沉没。在耶利米书51章当中，我们看到这几节，39节、53节、57节、64节，先知耶利米把这个巴比伦金像这个帝国，他所要经历的上帝的审判，就是他们会因为酒醉、兴奋、昏睡，永远不醒。而即便巴比伦爬上天，就重新能够像巴别塔一样，今天的地上的帝国真的是爬上天。有没有发射卫星去到外太空？有没有这个像美国现在美国总统选出来，帮助美国总统选出来的这个特斯拉的执行长？他另外一只手真的也是已经爬上天，飞到外太空当中，甚至他的发射的火箭是可以回收、可以重复使用。好，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发射一个火箭，全部钱都烧掉，好，最后掉到海里面或是在外太空变成太空垃圾。可是现在已经去了又回来，以后会变成像飞机一样，越来越频繁。好，可能你们越年轻的这一代会看到，好，以后搭火箭上太空，可能就像现在的搭飞机、好出国一样的频繁，都有可能。
但是这不代表上帝会在那个地方来成就，而是代表总会有一个时间点，这还是在这个 系统当中的，上帝要消灭这个 system， 上帝要让这个 system 要让它沉睡，最后要让它沉下去。而如同耶利米书最后51章的最后一节64节，巴比伦，我们读耶利米书51章64节来，巴比伦要像这书卷一样沉下去，不再浮上来，因为上主要向他降灾难。上帝要让地上的国是要沉下去。所以如果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就会有一个警戒心。不管你期待贺锦丽当选，或期待川普当选，不管你期待的是赖清德当选，或期待的是国民党当选，或民众党当选，但是上帝说这一些都是地上的国。如果我们没有去看出天上的国在哪里的时候，你的人生就会像是在那个台北桥上排队那些机车，你的人生就是用这个机车来形容。你不知道这个路最后通往何处，你不知道人生为什么一直在塞车，你不知道你的人生为什么一直在 delay， 你不知道你的人生为什么要这么样辛苦，要花这么多时间，就是为了赚钱，赚了钱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就是为了要来养家活口。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不是有其他的路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怎么样用我们的人生让天上的国，我们可以为天上的国而活。所以古时候的巴比伦系统已经登峰造极，它曾经是世界7大奇景，有这个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有这个地表上消失，在几千年前他们就可以盖出一个巴别塔，搞不好101的高度，在几千年前他们都已经成功的做出来了。但是上帝今天已经全部让这个全部化为灰烬，化为乌有。而那个时候的巴比伦的地点是今天的哪里呢？曾经是世界上可能那个是一个非常肥美丰沃的土地，是一个真的是非常漂亮的地方，是一个可以在那边两河流域的中段，可能是一个非常这个非常的这个种什么就活什么，是一个可以在那边好好生活的地方。可是今天现在21世纪，同样巴比伦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就在巴格达跟乌鲁克的中间这个地方。今天的巴比伦，如果你看那个 Google Map 或是 Google 的 Earth， 看那个地图，哇，真的是一个蛮荒之地，是一个荒芜之地。而今天在伊拉克的人民在做什么？他们就是活在战乱、战争的当中。而这一切，为什么他们会不断的发生这么多的战争？为什么他们中间的仇恨，为什么的纷乱，会没有一个人可以去搞得定呢？曾经美国也想要去搞定这个伊拉克，发动这个波斯湾战争，或是想要去透过不同的阶段，去搞定，用地上的国去搞定，这个现在过去巴比伦，现在伊拉克这地方。但是一个都失败。今天伊拉克还是成为一个非常危险、动乱的国家。而到底有谁可以在伊拉克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能够真正的有上帝的秩序呢？而我们要继续的看下去。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要逃离巴比伦，因为他沉醉，他沉沦，他沉睡，他沉没。而圣经最后的巴比伦是出现在启示录，启示录在17章、18章2次提到这个巴比伦，从创世纪一路下来，这个景象将来会长什么样子呢？上帝让这个启示录帮我们先画出来。启示录的17章第5节到第6节讲到这个景象，它这个巴比伦，它长的是一个淫妇的样子。这个淫妇呢，就是在这个出卖自己的身体，出卖自己的肉体，去换取他想要的。所以这个巴比伦的形象，刚才那个金像到了末日的启示录，露出它的原型，那个一个看起来金银铜铁，
的金像，而这个原型，它是一个宗教上的巴比伦，它坐在一个很奇怪的兽好的上面，这个兽好启示录都有描写，它怎么样有4个头，头上有什么角，好，然后这角上面还有刻字，还有谁的名号，而这个所代表的巴比伦是一个宗教上。也这个宗教呢，不一定是拿香好到庙里面，这个宗教是一种信仰上面，你对于这个神好追求神临界的事情，而这个巴比伦好，他就掌管了这一切，好掌管了这一切。所以今天我们的年轻人好，很多已经都不信宗教。今天我们的很多的年轻人好，也不去庙里面，也不去教会，那他相信什么？相信自己。那他为什么相信自己？他的自己，他怎么让他可以相信？就是这个巴比伦的 system 系统，让他知道人定胜天。我只要努力，我就可以成功。我可以做好一个网红，我可以做好一个我可以做好我的这个工作，我可以成为在这个领域专业的一个出色，我可以成为一个佼佼者。而这个地上的系统，让人越来越相信自己。我只要从考上这个分数，我就可以进入这个学校，进入这个学校，我就可以拿到这个工作，拿到这个工作，我就有这个收入，我有这个收入，我就有这样的影响力，我就可以有这样的权位。好，所以算计再算计。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台北市长好要选总统的这个过程，都是已经算好的，他都知道怎么样去运用选举的 system。然后怎么样去拉高自己的知名度，然后怎么样去用民调公司，然后给自己的民调可以突然窜高，然后才可以再去用什么样的组织，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可以去养很多的小草，让这些小草呢可以死心塌地的相信他就是那个可以拯救台湾、拯救国家好的人。但是他并不是第一个。在其他的共产国家早就已经发生过了。好，这个斯大林、这个希特勒，很多的人都曾经用过这样的方式来建立起他所谓的巴比伦的系统，然后让人把这群人通通的控制在他下面。但是启示录17章又让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的一个惨象，它也不是那个大的那个金像，也不是这个淫妇。而是第18章看到这个巴比伦最后用一个词来形容它，叫做倾倒了。巴比伦不管好，它是一开始的巴别塔，或是后来那个巨大的人像金银铜铁泥，或是后来在启示录看到的那个淫妇骑在那个兽的上面。但是最后启示录18章，好，这一章也很长。这一章里面讲到巴比伦，它是一个商业的巴比伦。商业的巴比伦，好，就是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功利至上，什么都要谈钱，什么都要谈条件，什么都要谈利益。而这样子的巴比伦的关系，好，就是连结婚这件事情都是看在钱的面子上面。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好在这个镜头镁光灯焦点下面的结婚的这些世纪婚礼，其实背后都有条件。你要拿多少来娶我？我们离婚之后，好，这个你要签多少的赡养费？好，所以这些在这个系统下面，你没有办法找到真爱，你只有看到大家对于最后的敬拜的对象，不是爱的对象，不是人，而是爱那个钱。而是爱那个利益。所以这个系统好，最后露出它的原型，就是其实他的神就是谁让他发财，谁就是他的神；谁让他赚钱，谁就是他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在那时候以色列人拜金牛，谁只要让他们好可以风调雨顺，谁可以让他们长得比较多的稻子，谁可以让他们结比较多的水果，就是他们的神。所以他们为什么去拜亚瑟拉？为什么去拜巴力？为什么去拜希腊？去拜雅典的神？因为他们都相信这些神可以保佑他们，可以赐福他们，让他们可以这个风调雨顺。好，甚至现在的神是什么？谁可以告诉我名牌？谁可以告诉我股票？谁可以告诉我要买什么基金？谁可以告诉我好要念什么科系？谁可以告诉我可以怎么样来上国立大学？就是我的神，我就来敬拜他，我就来追逐他。
这样的系统，好，最后让我们看到，最后仍然都要倾倒了，倾倒了，倾倒了。所以牧师的信息，好的结论就是：巴比伦不倒，神国不会好。请大家说一次：巴比伦不倒，神国不会好。有没有很耳熟？好，有。好，那但是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就是有人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好做这一些好破坏上帝国的事情，以至于好这个要先把它铲除。就有人在中华民国当中出卖中华民国，好现在财划法，好他要挡住财划法，把中央的可以拿来买武器，可以来国防建设好的这些钱，通通分到地方去，让地方呢这些首长人好通通都是同一个政党的人。然后让这个县长好，让这个连马祖的人好，妈祖的人好，不是妈祖马祖好，马祖从原来的6亿可以拿到60亿，多出了54亿一年。原来马祖一年的预算是在6亿，好，中央补助6亿。现在这个财划法通过之后，他一年多出54亿，那他要做什么？马祖也才多少人？他花这60亿做什么？要买飞弹吗？马祖可以直接跟川普买飞弹，好，马祖就可以自己决定，好，我们要去买坦克车，真的可以这样子吗？国防部又不是马祖在调动，可是这样子做下去呢，其实都是在让整个台湾中华民国的这个财务的划分就会乱了套。中央要去买武器，这个国防部要去买飞弹。国防部好要去发展这个国防的防空系统，好，可是呢没钱了，好，现在呢光只剩下本来有7000亿，中央有7000亿，现在6000亿被搬走了，剩下1000亿，中央只剩下1000亿可以做什么？连健保的补助都不够，好，可能连这个社工好要去做关怀，要去做据点，好，甚至中央要去挖水沟，要去盖水库，这一些的基本的民生设施剩下1000亿。所以我们的中央会变得非常的奇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 follow 这个消息，好，牧师今天已经讲给你听了，你要去知道这个财划法，它如果通过之后，每个地方政府口袋的钱多到没地方花，最后就怎样？通通都拿去发现金，哇，撒币，大家一直撒币，好不好？看起来很好，可是最后我们的国家就落下去了，我们没有能力去防卫。所以你口袋满满的，可是一颗飞弹来，台湾就死翘翘了。请问你口袋装那么多钱要干什么？那些口袋满满的钱，你都还来不及花，整个台湾好就被敌人拿走了。而这就是接下来造成的影响。同样在上帝的神国当中也是这样，我们又想要追求上帝的国，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来到。可是我们一方面又在很认真努力追求地上的国，我想要进入这个从巴比伦投下来这个 system， 我想要有这个光环，我想要有这个欧美好，这个欧洲、美洲好这样的光环的时候呢，而我们可能就会卡在那个中间，因为上帝已经预先告诉我们，这样的系统最后呢是会被消灭，是会被毁灭。好，所以那个金像呢，好这边换了另外一个人，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好，但是他头上还被刻上那个亵渎的数字666，好，这都是圣经看的人，好，然后去把它自己结合起来，好，但圣经只给我们一个大方向，但是我们要知道，将来我们要选择是地上的国还是天上的国。如果我们选择地上的国，好，圣经告诉我们，地上的国，你得到了全世界，你可以像川普，现在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又一次 again， 他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但是他这么有权力，他得到了一切。如果他没有拿来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这个权力可能在他的手中，好就会成为一个邪恶的武器或是工具。但是如果他是追求上帝，按照上帝的旨意，这样的权力，好是可以让上帝的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要发掘出，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系统，甚至在我们教会当中，这种巴比伦的系统，好，就是取代神，想要爬到天上比上帝还高的这种心态，
而我们要去看出在历史上这个金银铜铁，好，这个都有清楚的数字，西元前几百年，好，到哪一年到哪一年到哪一年，为什么要这么精准？这么精准，就是这本圣经不会再重写一次，这个历史不会再从亚当夏娃再重来一次，而是它已经启动了，在你都还没有出生前，上帝的这个 system 已经启动，而且就照圣经最可贵就是这个圣经上面的话字都没有去改变过，它就是一直长这个样子。它从第一次说出来被记载下来，到我们今天可以读到，就是长这个样子。而世界就照着这个圣经的方式，一路到现在。而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不是只有看到，如果你是耶利米，你大概只看到头，你根本不知道下面会长什么样子。可是我们今天已经不是在耶利米那个年代，我们都已经来到看到那个腿、那个脚，那个罗马帝国已经长到东西罗马，到欧洲，到美国。你今天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国家可以超越美国？有人在看中国，可是美国好就是选出了川普，他上一任的时候好随便就是他只要在我来看，我觉得川普他只是手上这样拨一拨动一动，中国整个就被卡住。好，到现在中国为什么中国没有人要再去投资？因为他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用他的系统去取代美国，因为中国的基础很多都是在谎言，都是在欺骗上面，没有那个实力，可是他就想要做梦，他就想要超越美国，可是他连很基本的这个桥不要偷工减料，好，这个路好里面的水泥不要偷工减料，连穿的衣服这个裤子的料，或是连吃的东西好都不要是山寨，都不要是假的。但是中国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什么都是假的，以至于中国它制造出来的东西好真的都没有办法备用。可是美国不一样，好，那牧师在美国住了这5年，前后7年的时间，发现美国人是真的有实力，而他们的实力来自于他们的很基础的，就是他们说话，然后呢算话，他们说的跟做的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这会影响到一整个国家。所以今天我们的台湾，你要选择像中国那一套，哇，把话讲得很大，然后呢，最后什么都没有。台湾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是也有真的人，就是按照实力说话算话，怎么说怎么做，好，一步一步的前进。好，至少像我看到我们的前一任总统蔡英文，执政这8年当中，他没有哗众取巧。他也把他的政见也用这8年当中，好，他能说出来的就去把它做出来。好，那即便遇到困难或是冲突，但是最后他都有交代，他怎么样能够让台湾的经济从那时候22K 好，到现在已经低薪是28K 多，好，明年就破29K。好，那现在我们已经不再被那个低薪所控制，但是我们还要继续担心的是我们的将来和未来。巴比伦它所代表的几件事情。从创世纪，巴比伦代表是变乱之地，是一个要你爬上去的地方。爬到哪里呢？爬到上帝的头上。蛇在伊甸园里面告诉夏娃：好，上帝真的有这样说吗？你就给他吃下去。当你真的吃下去，你就是爬到上帝的头上，就是起来革命了，起来造反了。巴比伦就是代表造反，好，要你爬到神的头上去。而巴比伦也代表一个偶像之地，就是要你跪下去，然后呢，就是给他舔下去，好，叫做跪舔，好，所以把偶像就是好端端的人，却去向木头来下跪，好端端的人却去向这些偶像来下跪，他不知道造他的是神，好，他却把这些木头当作是他的神，当作生他的父母来拜，没有去跪自己的父母亲，好，却去跪地上的这些的偶像和神明，是让人好失去人的尊严，失去人的形象的地方。第三，巴比伦代表是一个拜金之地，就是要你跳下去，
当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好，这两个记载不太一样，但是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你看耶稣旁边有一个好看不到的影子，那个无影者呢，就在耶稣的旁边，好，带他到圣殿，或是带他到高山上面，对他说：“你看这全部的一切，你只要跪下来。另外说，你只要跳下去，好，然后吩咐上帝的天使来救你。他就是要让你跳到那个以前叫做华尔街，现在华尔街也没有那么出名的。”所以你看见以前那个华尔街，好，这个 Wall Street， 好，现在呢变成已经不再是那么样出名。好，现在真的是世界变得非常的快，但是要你跳到可能是跳到 AI， 好，现在可能是跳到好跳到这个晶片，好，跳到这个各种的里面当中去，好，而让你为了追求到更多的金钱，为了让你可以赚的口袋饱饱，但是有可能你口袋赚的饱饱，可是当天晚上命就没有了。你的人生好不容易才有这么一次的命，结果就为了这些的钱，得到这么多的钱，你的命就这样到此结束。好好的去想一想，你的命到底活着世界上是为着什么呢？而最后巴比伦就是代表一个毁灭之地，在启示录里面，它就让我们知道，它就是一个沉沦下去，要你陪葬下去的地方。启示录17、18，最后19章。就是那个阴间、硫磺、火湖，就是无底坑，就是魔鬼要去的地方。但是魔鬼不甘愿，他就是把一群人好跟着他的 system 的人，通通拖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要去听的，好，不是只有这个圣经里面的，而是要听的是神在整个世界上的心意。今天如果在你们这个年纪当中，有人告诉我这样信息的时候，可能我人生当中很多的选择，或是很多的决定，就会再重新想一想：我真的要来走这条路吗？我真的要来做这件事情吗？我真的要跟这个人交往，或是要跟这个人谈恋爱吗？可能都会重新再选择，因为你知道，如果我没有做这样的选择，我可能会跟那群人一样，好，每天骑着机车就在台北桥上面，好，花10分钟在那边排队，好啊，然后人生就是这样子不断，因为必须得经过那条桥。可是如果你知道人生有另外一条路，上帝有开了另外一条路，有另外一座桥。好，现在我们也期待淡江大桥，好，因为淡水河那一排的桥都永远不够。好，现在淡江大桥盖完之后，哇，很可能好，它就会改变台北桥，以后还会可能会改变民权大桥，可能还会改变现在很多的。所以有能力的人，他去解决了一个问题；没有能力的人，就是在那边永远排队。我们要怎么样成为那个解决问题的人？因为我们要先看见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好，所以今天的分享，好，也请敬拜团来到台上。为什么人都很爱敬拜祷告，却不勤读神的话？但以理书这卷书，你可以来读读看，很好读。一开始读但以理的故事很好读啊，可是很多人都读不完，因为读到后面，好，第7章、第9章，好，他就读不下去。但以理书这么短，可是他就读不完，因为上帝的话是需要我们去认识、去明白，而我们花很多的力气处理小问题，神的小问题。我们以为那就是我们全部的问题啊！我们想要把我的机车从50变125，125变150，150再换成 GoGo 之后，我可以再换什么车？但是还是在那条桥上排队。而上是真正的大问题是，为什么你要走这条桥？为什么你不能走其他的路？你有其他的选择，这才是大问题。而巴比伦的系统有没有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呢？好，让我们用这几个耶利米书的经节，好来做反省。今天的金句说，神所留下的人，主要赦免他们，没有人可以再定你的罪，因为你认识神，走了不一样的路。上帝不会再让巴比伦来让你牵拖，让你成为罪人，而是神把你留下来。所以你今天不是在巴比伦的系统当中，你是在神国的系统当中。你不是在地上国为了地上国的君王而活，你是在为天上国、天上的君王而活。
你是被神所留下来的人。你不要想说哇，每一年的这个跨年演唱会啊，跨年演唱会，好，然后我们这边有跨年祷告会，然后我们就会好像会有那个那边的人好多，以前在县府、市府，好，现在到艺文特区或是到哪里到高铁站去，然后在教会祷告会人好少好少，很可怜。但是你不要忘记，这所代表的是一个是追求地上的国，一个是追求天上的国。我不是说去跨年祷告会都是要被灭亡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去那个跨年演唱会，不是这个意思。好，而是说你的价值，你知不知道你在哪一个 system 当中？而耶利米书一开始第1章，上帝就告诉我们，在列邦列国之上，从埃及、亚述、巴比伦一路下来到今天的欧洲、美洲，好，台湾不管有没有成为一个国，但是我们祷告是台湾是在上帝的系统当中，我们祷告是上帝把这些的宣教士带来台湾，让台湾今天的教会绝对不是为了今天我们只有在这里的这一群人，而是他有上帝的计划，让我们的这个历史的脉络好可以拉得更远更长。你可以看到更早以前的事情，然后你可以看到更久之后要发生的事情。这是我们读圣经带给我们的，就是你不是只有活在当下。活在当下的人，他只想到我今天怎么活，我明天怎么活，我下个月怎么活，这样就好了，其他我都不去想了，也没有时间去想。但是读圣经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走到今天的，还有我们接下来会走到哪里去，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而那个确据就是神，他要虽然世界地上的国在攻击天上的国，但是却不能胜过耶稣的国，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要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要再次用这首诗歌好来回应。那么这样这首诗歌在回应的时候，我也邀请大家在我们心中来做个祷告。虽然这首诗歌是一首很新的诗歌，但是你要知道，上帝在呼召你，呼召我，进入到他的系统当中。可能你觉得你已经在这系统当中很久了，可能你觉得在这边我都没有什么改变啊，我人生也不过这样，我们的聚会不过这样，我们教会不过这样子啊，还是外面比较好，还是去读这个，还是去选择这个人生的目标比较好。但是圣经已经清楚告诉我们，地上的系统，巴比伦的系统是要会有一颗大石头把它冲破，但是唯有天上的系统是永远的牢固、牢不可破。而这个事情正在应验，正在发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我们用诗歌来回应。在孤独黑暗里，因无力向前进，是你几声呼唤我名，说会陪我一起。原来你从不曾离开，并很双手医治所有的伤痛，牵我回到你的爱中。就算寻遍世界，就算寻遍世界，也填不了空缺，唯有你怜悯和恩典，是我最深安慰。你说，在无人的低谷，无人能够理解的痛苦难处，就有你预备的祝福。你未曾放弃过，远离你的我，陷在罪恶中，你仍爱我。你未曾放弃过，世上的苦衷，你都顾及了我，看见你未曾收起的双手。就算寻遍世界，也填不了空缺，唯有你怜悯和恩典，是我最深安慰。你说，在无人的低
只要你同在，我只要你口中说出的每句话，再没有更甘甜，与你面对面，就是你的更有信心的来开口。只要你的爱，我只要你同在，我只要你口中说出的每句话，再没有更甘甜，与你面对面，就是你的柔美。我只要你的爱，我只要你同在，我只要你口中说出的每句话，再没有更甘甜，与你面对面，就是你的柔美。你未曾放弃过，远离你的我，陷在罪恶中，你仍爱我。你未曾放弃过。谢谢主耶稣，你爱我们。谢谢主，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谢谢让我们听见你在圣经当中你对世界的定义和旨意。主啊，我们要再一次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眼目定睛于你。或许我们正在爬我们人生当中的巴别塔，或许你正在建造属于你自己的巴别塔。你在建造的过程当中，你却不自觉的想要爬到神的头上去。或许不自觉的，你不知道神在掌管你的生命，却是你要掌管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和姐妹，巴比伦的系统，巴别塔的世界，注定是要被耶稣基督从天上来的大石头所砸毁、所毁灭。而你在这世界上当中所赚得的一切，你的人生一切努力到最后，却要成为无底坑当中的祭品、陪葬品。求上帝让你听了今天的信息当中，让你有一个敏锐的心、警觉的心，你自己好好的查考、读圣经，让上帝对你再一次来诉说、证明圣经上所说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清楚、详细，而且不再改变。而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要选择你人生的道路，是要继续在那个塞车的道路上面，还是你要走在神国通往天上的道路上面？神是一个在沙漠里面开江河，在旷野当中开道路的神。就算你动弹不得，只要你相信神、依靠神，神都有办法在你的人生当中开出一条新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接受神在你世界当中的安排和计划，当你明白了解之后，你就会做出聪明的选择。如何可以在这世界上活出神的心意？如何可以像大卫、像所罗门一样，在世界上不用为吃喝忧虑，而是知道如何为神的国来贡献、来预备？你可以像大卫活出君王的身份，你可以活出祭司与神的关系，你可以活出先知来说出神的话语、神的命定。而这一切都是神要赐福给我们的。耶稣来是要叫人得丰盛，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盗贼来，巴比伦来，大淫妇来，是要偷窃，是要杀害，是要毁坏，是要寻找与他一起陪葬的。不要只有赚这世界，而是要赚天上的国，要为那永生天上的国度来奔跑努力。而你的这一生要成为最美的祝福，你的这一生会有30倍、60倍、100倍的祝福，是超过你所求、超过你所想的。愿上帝今天晚上的话语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愿上帝所要给人的启示，给那所有有耳听就应当听，并且听了就能够明白，并愿意去遵行的人，让他们的生命是盖在坚固的磐石上面。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为今天所听到的耶利米书最后一篇的信息，谢谢你让我们走上悔改的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同时让我们下定决心不要在罪中生活。我们承认我们在言语、行为、思想、爱心、行为、信心、清洁上都得罪了你，没有按照上帝的样式。但是主，你已经亲自为我们付上代价，而我们要起来行动，我们要起来向神认罪，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所定罪，我们不再被自己所定罪，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为何生在这个世代当中，也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领受这样子的圣经的话语教导和信息，而且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活出基督徒的尊严、价值和命定，让我们有神儿女的位分，让我们从今天起的每一天都能够活出神儿女的样式，直到将来耶稣基督在的日子。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能够活出神的荣美，不再被任何的人所定罪，而是活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也是一种行动，像神也是神的恩典，也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这个时候，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奉献。向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我生命之爱都献给你，所有一切都是你的赏赐，你配得我献上全所有。阿们。好呀，在这个时候，我们找3个人离开你的座位，我们找3个人说：上帝能够，上帝能够，哈利路亚。在这里的朋友，你好，欢迎你们。等一下会介绍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开始口，上帝能够成就，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
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大家请坐。刚才牧师不小心就把他助导完了，但是呢，牧师上来还可以来考试，好，所以来考考大家，在今天牧师讲的这个圣经讲的7大强权，第一个是哪一个？第二个亚述，第三个巴比伦，它就是什么材质的头？金头。第四个波斯，它是什么材质的胸？银胸。第5个希腊，它是什么材质的腰？头。第6个罗马，它是什么材质的腿？铁腿。好，然后第7个是半铁半泥的脚。好，那就是从罗马下来的欧洲和美洲啊。好，那就是欧盟和美，现在变成欧洲，还变成一国，美洲变成美国一国。好，但是呢，好，希望你把这样的顺序，好，你能够记在你的心里面，同时能够常常去思想。我相信上帝会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好，那我们今天好的聚会到这边，但是呢，有要报告的时间，好，我们把时间来交给木轩。好，那我们拍手来欢迎木轩。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是植庄的小组长木轩。那我现在来做我们的消息报告。那我没有那个。好，那我们首先来欢迎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我们今天有2位新朋友在那边。第一位是我们的张庆威，可以请起立吗？然后另外是钟冠宇，这都是子君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欢迎他。欢迎你们。好，请坐。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消息报告。让子君介绍一下。让子君介绍一下。好，介绍一下就是你的朋友。子君帮他们介绍。就是我的朋友，我们去日本旅游的时候认识的。在日本住在桃园这样子。他住在板桥跟台北。板桥跟台北。他们只是来玩，然后就一起来。欢迎。以前有去过教会？有去过教会有一个没有这样子。好，有第一次来教会的，好，感谢主，欢迎。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我们的退休会的回顾影片。完蛋版。注意音量。高举耶稣之名，哈利路亚。这是当天的敬拜赞美。准备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原来后面还有啊！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是我们住的宿舍，这里大学宿舍 view 很好。我们高声呼号，高举耶稣之名，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歌颂赞美美都归我
路亚，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掌声！谢谢这个影片。那三天真的是非常好玩哦。如果你看了觉得很开心，然后想对当童工有兴趣，可以找我们的立柱长老报名当童工哦。那明年你就会在这个上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报告，11月30号周六礼拜暂停一次哦，因为11月30号是我们的全教会核心同工退休会，所以当天的礼拜六暂停一次，但是会有联合小组，那当天也会有方舟团契的，就是那些就是契友们跟我们一起在当中，所以我们会安排一些小活动。那欢迎会有当天就是参加12月1号的主日礼拜。好，接下来我们周六礼拜的时间会有所调整，就是我们在明年之后呢，我们周六礼拜的时间会调整。那调整的时间，12月就会开始做那个试办这样子。那调整的时间会是从我们之后会4点到6点会变成我们的小组时间，那礼拜时间会变成我们的6点半到7点50。对，那就是请各位会友注意，那就是在我们12月我们会开始就是做4点到6点是小组跟晚餐时间这样子。好，对，好，那个耶利米哀歌就是我们那个耶利米书啊，终于就是在9月到10月我们都在读耶利米书，那终于在剩下2节，然后到11月13号就是下礼拜3开始要读我们的耶利米哀歌。那在每天早上6点半还是会有我们的台语圣经共读。那可以的话，就是大家可以6点半起个大早，然后就是用神的话开启我们美好的一天。那如果不行的话，也可以看我们的 YouTube 重播。好。下礼拜6 9点到12点是我们的全教会长职同工的训练，那地点是在我们的新竹教会，那它是就是题目在这边，基督教艺术与现代灵性观看，以骷髅为符号为题。那请所有的长职同工都可以的话报名参加，那也欢迎所有的会友参加。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的话，请在11月11号之前向全家灵执事报名。好，那12月14号呢，是我们的迦南教会的圣诞晚会。你之前有参加过我们在2楼搭建那个舞台的圣诞晚会的举手。对，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办，好，请放下。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办那样的圣诞晚会了，所以我们今年的12月14号就要再办一次这样的圣诞晚会。那邀请各位小组或是牧区用团体的方式或个人的方式报名。那如果你要报名的话呢，就是请填写这个报名表。那在我跟敏源的身上都有一个报名表，所以如果你想参加的话，可以来找我们报名。好，那主日礼拜后就是有发放那个福音月历，那因为今天还没有摆出来。那如果你要领这个就是福音月历的话，那每个人就是限领1份，那请明天到干事室去领取。那如果你想要再增加购买的话，请找苏青长老跟张玉主任。好，那我接下来要来介绍3个营会。那第一个营会呢，就是我们的日光少年营。那我们请那个敏源来跟我们讲一下日光少年他参加的一些心得。拍手一下嘛。好，来分享一下。对，你可以坐着，我可以有几分钟。好了，你要不要那么快？好了。因为我来分享一下，因为那时候木轩他分享的是当童工的经验，那我分享的是学员的经验，因为我那时候参加的是2012年，多久？12年前，12年前大家还在吗？还在吧？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当学员的时候，我体会到有非常好玩的营会的活动，就是那个时候我学习到的就是所有的活动、所有的游戏跟所有的歌曲，然后以及所有就是所有好玩的一个同工活动，到现在其实基本上都还会来沿用。对，而且那个时候其实认识的很多辅导啊，然后很多同工啊，其实
到现在，其实你都会突然觉得说，怎么会跟他们一起成为同工的这样子？对，所以你在你当学员的时候，你可以去近距离的看到，那些辅导们怎么带你的，然后他们是怎么带领一个活动的，对，所以你可以在里面学习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这样子。那除了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教会的活动跟学校的活动，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就是学校可能它会经过阶段性的状况，所以你可能毕业了你就不会参加。但是教会活动很特别，它就是延续性的，像日光已经几年了，超过12年了，但到现在都还在有这个活动办理，所以你参加1次、2次、3次、4次，你体验到的活动的内容啊，跟你认识的人就会不一样。对，所以就很推荐大家，就是如果你想要成为如果你是大学生以上，你就可以成为同工。那如果你是国高中生的话，也欢迎你成为学员。对，然后因为上礼拜也说那边的吃的东西很好吃，所以吃的东西又好吃又便宜，然后你又可以学习这么多的技能，超划算的，好不好？一定要来哦，好不好？一定要来哦！好，一定要啊！报名费，报名费，好，报名费就是他的报名费是3500块，但是我们教会就是补助到你只要付1000块钱，这样就好了。没有，他现在有早鸟优惠，他对，反正就是我们的牧区的青年只要负担1000块钱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的划算，请大家一定要参加。那他的时间是1月31号到2月3号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还有另外2个营会，另外一个是那个这是神研班，那今年读的是马可福音，那它的时间是1月19号到1月24号这样子。那神研班呢，它主要是神研嘛，它是研究，所以它主要是钻研这个圣经，所以钻研这个经节，所以这次就会针对马可福音，它去做细部的钻研，而且它会有安排一些工作坊，然后让你将圣经的知识跟那个社会上的一些现象去做连结，所以是蛮建议大家可以去参加的，蛮不错的一个营会。然后再来是大灵班，等一下大灵班的先出来，对，再来是大灵班大专灵修班，这个是校园团契办的活动。那这次呢，他的读的是使徒行传，那他的时间是1月14号到1月18号。那相较于那个神研班，它是钻研圣经以外，大灵班它主要的宗旨，主要它是要教导你读经的方式，它比较基础的读经方式。那在读经的课程之外呢，它会安排一些多元的圣经的课程啊、传福音的课程啊，跟一些圣经跟一些实务上连接的课程。所以如果你对这些资讯也有兴趣的话，也欢迎来参加。那所以刚刚我介绍了哪3个营会，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日光。第3个是大灵班。所以我就帮大家排出一个寒假的完美行程，对，完美的有点像离家出走的行程。你1月14号到1月18号，你可以去参加大灵班，然后马上接着就是可以19号到24号参加神研班，之后呢25号这边就是培养你的那个过年的情绪，28号除夕完之后初3马上去参加日光少年营，非常的丰富齁，所以赶快报名起来，这是一整个地点一整个套票型的地点那个这个大灵班在大灵班在中原，然后那个神研班在竹盛，然后那个日光在谢尾营地，对，埔里谢尾营地这样子。好，对，就是这3个营会。好，接下来是我们小组时间，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请彼此请安，然后接下来